早起10点，台北市台地25号落落去的厝开始拆路，也毋过哦，附近的民众嘛，阁真烦恼讲，因的徛家敢会受到影响。咱连线互人伫现场的台语台记者郭柏坤、张玉水为咱来说明目前现场上新的状况。是蔡冠雄政府最近来关心基泰建设地属人家厝落落的事故。记者即马人伫咧台北市台地即个25号落落建筑的头前，即马现场会使看到的即个基泰建设地属落落的即栋建筑本是拿拆除拿咧喷水。市政府估计会用10天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拆除工作。不过，总讲到这个拆除工作的附近，也有侪居民是烦恼讲家己的徛家会因为即摆拆除工作受到影响。咱来看因的讲法。就烦恼讲伊也崩了啦，还是讲地基搁流失去啊？阮是吼拢撤离了啦，吼家里的话就重要的物件卖肯厝的啊。是附近的居民是烦恼讲家己的徛家可能会因为即摆的拆除工作地基有可能会流失，也是有侪情形。对此，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但是讲即几天附近的居民有即款烦恼，拢会使去住附近的饭店，而且这个发票会使来报销。区公所拢会参民众来说明。咱来讲到这25号收落来安怎？市政府表示，伫咧28号的时阵，会向这25号的住户来说明公办都市更新的条件甲说明，后尾再由所有的住户来决定讲是要由基泰建设来协助因做都市更新，也是由市政府来做都市更新。落尾伫咧小等的暗头5点半到6点的时阵，台北市长主办也到台地的现场来看拆除的上新情形。以上是公司台语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